彩石村就快收樓啦，好多客人想年前入伙，而家就嚟揾我哋設計，拎到鎖匙就倒尺開工，唔知點設計？參考呢個3到4人單位就得。入門有換鞋凳啊、鞋櫃同收納櫃啦，中空位放手袋，鎖匙啱啱好。呢邊做全場餐邊櫃連酒櫃，仲延伸做餐台。多房間咧用木牆間房啊，房內咧做油壓床設計，收納被褥啦、換季衣物啦。客廳電視組合櫃，上邊收大件，下邊收雜物，側邊有書櫃、展示櫃。主人房地台床連化妝台，到頂嘅衣櫃收埋衫褲，櫃身挖空做書台，空間用得好盡。浴室乾濕分離，唔會搞得周圍都係水，仲有組合櫃收嘢。廚房 L 型櫃咧，精巧切一齊搞掂啊！最近裝修定家私，揾我哋海量案例俾你參考。